问：无咯，食饱未啊？隔壁阿嬷就看着我，嘛问：无咯，食饱未哦？啊，你拢安怎讲啊？就拢食踅顿啊，有要食早顿，要食中早顿啦。毋过真正的，因兜的早顿、中早顿超我见呢。哦，阿兄，这种烧酒问的方式是台湾才有的啦。你讲有影较食较饱？非常可好，无错。无怪你这牵巴肚愈来愈亲像查甫人有心咧。上好是安尼啦。嗨，玛丽哦，食饱未？食饱下来。嗨，路易吉，今日咧话啥物事啊？阮顿咧伫咧讲台湾人有够热情啦。阿公阿嬷是兄弟，好食物啊，请毋食呢。是哦，啊有啥物好食物啊？甲我分享一下。有迄比起来臭臭，既好香香，食起来酥酥嫩嫩的臭豆腐。食着的酥脆蚵仔煎，热人的米散，加冰熟，一句啦，多碟。萝卜饭。逐项拢真顺阮的胃哦。台湾点心好滋味，食过人拢嘛学了解得劲。特别是咱台湾头的家人，你爱有啥物就有啥物。你两个兄弟仔来家人留学，真正是来着啊！是啊，你看下遐这牵巴肚就知啊。先莫讲这啦，这只狗真高准呢，伊号做啥物名啊？伊号做鹅膏兄。鹅膏兄，那是白色哦。鹅膏兄是飘皮的意思啦。哦，这我知啦，有一首歌好做，1、2、3、Go。山顶一个鹅膏兄，伊是无停的少爷。是啊，伊是阮家的宝贝呢，我常常带伊来遮，四界溜溜咧。伊的巴肚甲我阿兄共款，伊骨困呢。因啊，惨啊惨啊！因家鹅膏兄若亲像要到死咧，要安怎啦？放心啦，我带狗仔出来，拢嘛有准备塑胶袋啊。等鹅膏兄放假，我会甲伊会使捡起来，绑好好，再甲带入去粪扫桶里。你看，就这尔简单。捡起来手也有小小的感觉，有够菜糕，我敢捡啦。袂使着啦。为啥臭死人啦？大家若拢安尼想，咱的环境若满世界拢是黄金，敢若上课下课要上这个地理就强要分去啊啦！像，互专家来，为着要改善咱土地的环境，我发明一项掠狗仔的工具。我是拿掠野的网仔摕掉，换出头路啊！当鹅膏兄要土袂去目的时阵，我才会向出伊的头壳口，对人准，你看，安尼一点拢袂垃圾，嘛袂去到着手。这真正袂歹咧，有影真利便哦，真正有感受到你的用心。免客气啦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大家拢对我这么好。其实爱改善咱的环境，爱对根本的观念做起，有公德心，安尼才是上根本的啦。对啊，那一定把这个观念推出去，有袂顶来去甲唔同学堂、厝边头尾阿公、阿嬷、阿伯、